来看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，台美对顶贸易晶片条文并无列伫咧协议内底。有风声讲台积电爱国投资1000亿的美金落去，台积电是也无回应，嘛引起在野批评讲这是乌想的谈判。咱行政院经贸办公室回应讲，美国投资供应链是属于 MOU 的内容，会甲台美对顶贸易协定做会上立法院审查。甲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握手，抑个电力军笑比比行出美国贸易代表处的相片，台美对顶贸易协定正式签署，电力军15号回国，并且下关键将文本甲影响评估，三国会争取支持。按过金融时报报道，关键台湾晶片条文无正式纳入，抑个协商文本无公开，因为台积电承诺投资1000亿美金，供应链投资300亿美金，其他大厂伫美国扩产差不多200亿美金，离2500亿美金投资目标也阁欠1000亿美金，可能由台积电来补。台积电是无回应市场的风声。卢特尼克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台积电未来还会在美国建4座的晶圆代工厂，绝对会超过现有的2奈米及其以下的先进制程，就会远远超过所谓的1000亿美元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模。针对晶片条文无达至协定之期，经贸办回应对顶贸易协定 ART 主要处理关税甲非关税障碍，投资供应链合作时，投资 MOU 内容会三国会审议。MOU 是政策甲合作结构性文件，内容无牵涉个别厂商的投资行业。按过美国地区外交关系协会也分析，贸易协定完成了后，台美伫贸易差异、货币监护的分歧有关存在。它并不是一个单纯关税或者是协议设计的问题，高阶晶片的制程度上呢，当然是持续获利的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市场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那逆差是自然存在的。我们应该针对每个产业去做好好的评估，整个对于全产业的经济冲击影响评估，行政院必须做出。在野党呼吁政府爱办公听会，详细说明各产业冲击，安若无一次性的打包式表决，恐惊互国家经济受严重损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